这是咱准备来点第一支机械蜡烛。第一支机械蜡烛代表期待甲愿望。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尼远。咱这是三角来吟诗，成圣诗438首，成圣诗438首，愿礼残也好精致。请兄弟起立，咱来吟全首。来。这是咱三角用上帝10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当看头前的投影片。咱三角来告别。第一诫。第二诫。为着家己挑剔五常，无论天顶地树甲地的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完全无用阮另别的上帝违背我。
第三届，善信邀我的上帝名，因善信伊名的，邀我一干无变伊做无罪。第四届，修之做事，但离开应该着我，做一个工，到第7日，就是邀我的上帝来守的安息日。7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老婆、女婢、先生，伊叫我离因中间的事啊，一切工都毋通做，因为后来邀我创造天地海，甲中间万天，第7日就做，所以邀我祝福你安乐你，说你做事。第五届，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邀我你的上帝，所施主你的爸，你就不得。第六届，第七届，甘言，第八届，第九届，做对干净，行你的属意，第10届，行你的属意的事，行你的属意的我如因如如，你的属意一切所有的。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交托启文。今日咱要看的是启文第25篇，也是信息103篇。这是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我的心情着称赞上主。我的心情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哪有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所做的本质。人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请坐声，应当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事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被造的物请坐声，我的心情着称赞上主。这是咱三甲头来祈祷。欢迎天父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保守，互阮过去一礼拜久的时间顺利平安。也感谢你，互阮昨的选举一切顺利。不管选举的结果怎样，
互阮用平常心来看待。阮相信这一切的结果，都有主你好的旨意伫这中间。今仔日是感恩的礼拜，阮搁一摆用感谢的心来感谢你，感谢你对阮台湾的保守，互阮的疫情愈来愈降温，愈来愈稳定，也互阮来到教会聚会的兄弟嘛慢慢增加。阮要将新的一礼拜完全交托伫上帝，求你来引带，求你来保守，求你来祝福，互阮所做所行的会当符合你的意思，互你欢喜。最后，阮要将今仔日的礼拜摆伫主的面前，求你甲阮三角做伙。阮的恳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好，咱即时要请青少客为咱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安然徛起，安然居住》。安静时刻，你听我呼求。
感谢青少客吼，真美好的歌声。耶和华互咱安然徛起，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安然居住不是空空来，是上帝的赏赐。好，咱即时来读今仔的经句，毋是经句哈，圣经。所以你若无照即个谱你行吼，就会突错。来，马可福音13章，咱要为24节，咱读到37节。你若有炸圣经，你甲我共款有炸圣经，掀开57面新约，咱要为24节读到37节。来，请当迄个日，迄个患难以后，你要乌暗，袂要出伊的光，星对天加落，伫天里的上袂叮当。迄时要看见灵主用大权能甲阳光伫云中临到。迄时伊要找伊的天使，对四方来组织伊所敬的百姓，对地极到天边，恁着学无法到像即个譬喻，当鸡卵摇发的时。恁就在下天救纳，安尼恁看这个事，就知是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也袂过去，到这个代志拢成，天要废无，我的话袂废无。若是论迄日迄时，人毋知。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囝也毋知，独独白知伊，着谨慎因此来祈祷，因为恁毋知迄个时伊是伫啥物时，是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出外，将权交互伊才奴仆，有派工互逐人做。各吩咐各门的，着张持，所以恁着张持，因为恁毋知恁的主啥物时阵要来，或是日暗，或是半暝，或是过天，或是天装早。听了伊忽然来，拄着你在困，我所甲恁讲的，也甲众人讲。张持今仔是曾牧师要甲咱分享，伊的题目是感恩期待应邀再现。咱下面的时间交曾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咱三甲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三脚实。主，看你会当互阮伫你的话顶面得到鼓励，得到帮赞，得到谨记。你的话诚在阮生命中最大的帮赞。无论现今伫将来，伫永远，拢领受你大大的福分，因为伫你的话的顶面。但只是阮要对你的话三脚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这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什么节？感恩节哈，也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今日的新安讲读经本，主题甲经文，其实是用大港节第一主日做中心，所以老师伫遮要甲咱大家大声来分享大港节的意义。大港节的意义，大港，这个原文是出自拉丁文，意思是安那来临，就是什么？就是听候主耶稣的降临。伫这段期间，咱一方面伫遮来思考主耶稣，
伊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上面，期待伊第二摆会降临。因为安尼是大降节，是一段时期，包括4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啊。咱圣诞节的前4个礼拜，伫大降节这段期间，咱兄弟姊妹都要用灵修、默想、反省的心，直接来纪念咱的主耶稣对咱的疼。因为疼咱，所以直接来降生，为着要担当你我的罪，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大恩典，就是流出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互信靠伊的人会当脱离即个罪甲死亡的捆绑。啊，因为伫十字架顶的耶稣，所以咱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咱连接伫即个永远上帝的生命。伫天下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教会的布置也具备有特别的意义。通常拢会用紫色的布置，为啥用紫色的？因为紫色有啥物反省甲悔改的即个意思，就是即个软弱的罪人必须依靠上帝恩典，直接来领受。所以每一摆，咱若看到即个紫色，今日伫遮有点到即个紫色的蜡烛，牧师伫遮特要提醒咱3个提醒。头一个提醒就是安那，咱拢是一个啥物软弱的罪人，为着罪忧伤，毋望啥物，毋望主的拯救。所以咱每一人必须安那，依靠上帝恩典。为了家己的罪忧伤痛悔，这是一个头项。第二样呢，就是提醒紫色也是象征君王的这个尊贵。因咱虽然是卑微软弱的人，总是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更新，就是成做上帝的宝贝。伊看咱最尊贵。第三项会提醒。等主耶稣过来时，伊要用君王的身份统管万项有，所以咱就要存这个谦卑的心，互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主，因为伊是啥物？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只感谢咱的插花对这个插花的同工伫昨为了咱的备办这个插花，这个布置这个。特别这个大降节这个花环，这个布置有真特别重要的迄个意义。咱知影这个花环顶面的这个绿色这个镶嵌球，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是一个圆形是一个代表生命，圆形是啥？永远的记号。所以，这个绿色的这个圆环代表是永远的生命，这互咱伫遮会当清楚。所以伫遮纪念主耶稣，互咱得到永远永恒的生命。所以伫花环的四周有插着4支蜡烛，伫遮有3支是紫色的，1支是粉红色的，中间还有1支白色的蜡烛。大降节的第一水的今仔日，咱伫遮点到头1支的蜡烛，上顶期待甲毋望，提醒咱的心，伫天后基督的再临的时，必须诚实反省家己的所行，无论讲行，并且要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大降节的第2主日会点到第2支的紫色蜡烛，上顶备办。甲信心，意思着备办主的路，活出这个基督芳芳的气味，吸引这个未信者伫遮来渴慕耶稣。伫大降节的第3主日，点到第3支紫色蜡烛，代表宣告甲喜乐。当咱历经对最终得到讨棒的自由甲喜乐的了后，
必定会当确定基督就是安那咱所听候的这位救主。因为是咱要用听甲感恩来庆祝这日子。第四主日除了点到3支紫色的蜡烛以外了后，还佫点到第4支这支粉红色的蜡烛，象征上帝对人的疼，对咱的仁爱。因咱知影，咱会当疼是安那，上帝大声安那疼咱。所以，这边在凭着信心甲毋忘，彼此用疼、用谦卑来服侍，同齐备办心来迎接主基督的再临。第讲节，伫第一主日开始点到第一支蜡烛，以后每一个主日会加点到一支蜡烛，上顶光的强度安那愈来愈强，直到伊降临的迄一日。在当庆祝圣诞节的主日，不但4支蜡烛拢点到，连中央这支白色的蜡烛也着爱点到，象征耶稣是世界的光，真光已经来到咱中间，也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三角地带。整个的圣诞节就是点到世界的光，达到敬拜，就这个崇拜上崇高的境界，照着耶稣的降生，上帝全人类的性命得到更新，得到稳定。因为安尼是照着圣诞节这个花环甲点蜡烛，基督徒搁来一摆，伫遮再思，咱搁再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照着这个神圣的意义，传到咱的每一代，一代一代来传落去。这就是大讲节的意义。咱今日是大讲节的第一主日，当咱点到第一支紫色的蜡烛，象征这个期待甲毋忘。虽然这个世代黑暗，人的心常常感受到彷徨无助，好像看袂到，也毋知影未来的路要怎样来行。总是上帝亲自为咱点到这个毋忘的光。既然接受这个光的人，就当行出黑暗，迈向这个光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上帝甲世界人重新建立这个水果好关系的开始。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无论是顺境、逆境，拢都要对上帝充满信心，对生命、对未来充满着毋忘。所以，伫大讲节第一主日，新眼光读经本的作者，伊特别用马可因书13章24节到37节这段圣经节，对咱所读的这段经节，直接来提醒咱都要用敬虔、敬畏主的心，听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经文的背景是主耶稣甲伊的学生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出来，有一个学生直接对伊讲：“先生，你看，这号石，这号厝体。”马可因书13章1节。咱知影当时这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筑非常的宏伟壮观，大理石是毋是长达到10公尺以上？还佫用金粉伫遐来啊甲粉刷吼，所以伫日光的照耀下面，这座圣殿真正是金光安尼强滚吼，金碧辉煌光耀夺目。所以伫遐讲这号石，这号厝体，当学生的目睭只甲看见这个殿院外表壮观宏伟，最后说去引带学生来看见，当墨色啉到，这一切宏伟壮观的外在表征，拢会过去，只有忠心的人，就是存着敬虔敬畏的心，听候主人转来这个忠仆，对这忠心的仆人，才会当得到永远的奖赏。
这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目睭、咱的眼光，到底是咧看什么？主神伫看什么呢？当咱注目伫这个底尖的荣耀，主耶稣去爱咱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节，是主耶稣有言末世将要有的兆头。当大灾难临到的时，毋只讲即个华丽吼真水的即个圣殿会被毁坏，也有人会假冒基督的名，伫遐来迷害人。所以主耶稣伫遐提醒学生，末日的时必定有战争、地动、瘟疫、饥荒等等的灾难，并且信上帝的人也共款遭受了这苦难的打击。总是，这也正是考验信心的时阵。兄弟姊妹，当咱咧读这段圣经节的时，咱必须先心中会问咱家己：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我是毋是确信我的上帝永远伫遮掌权做主咧、做王咧？当我面对这可怕的灾难，是毋是永远仰望上帝稳定甲怜悯呢？兄弟姊妹，咱拄啊读过即个启示了，有无？读根本启示咱拄啊读完，也看见主耶稣所讲即个末世兆头已经有部分伫遐来出现。咱拢知影，当灾难临到的时，无人会当避免。所以主耶稣伫遮已经大声甲咱讲。乃是爱咱谨慎警醒，先做好大声的准备。正像马可福音书13章23节所甲咱讲的，总是恁着谨慎。我已经大声拢甲恁讲，主耶稣大声甲咱讲，是爱咱先准备好势，备办好。凡事有准备，当代志临到的时，咱的心就袂有惊吓。所以牧师也定讲，机会是留给什么？准备好的人，对吧？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已经准备好啊。尤其咱基督徒伫面对末世灾难的时，要有种超越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阳光临到的日子近啊，因为咱的主耶稣有应允咱讲。迄时要看见人主用大冠冕甲阳光伫云中临到，迄时伊要找伊的天使，对四方，对四方自其所经选的百姓，对地结到天边。13章26节到27节，咱要怎样知影这个代志拢要成呢？主耶稣讲。恁会当对什么？恁着学无花果树这个譬如，当基软叶不硬的时，恁着知影夏天近啦。安尼，恁看这个事，着知是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未过去，到这个代志拢成。无花果树。伫遮是有表以色列国，因为因为伊无结果子，捌被主耶稣救助，伫遐来孤单。总是如今这丛无花果树，伊的基要开始发芽、布芽、生叶。所以，什么人会当想到讲，亡国2000多年的这个以色列国家，竟然会当伫1948年？搁再一摆伫遐来复国咧。今日以色列虽然国家非常的小，可是全世界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主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未过去，到这个代志拢成。看见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信念已经应验，所以咱知影主耶稣伊。要过来的脚步的这个声也已经近啦。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谨慎，
拢爱准备，毋通轻看主耶稣所讲的话。那呢，到底主耶稣什么时阵会第二次再临呢？关于这个答案，主耶稣直接明明经甲咱讲，若是论迄个日、迄个时，人毋知；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囝若毋知，独独爸知伊。马可因书13章32节。所以正确日子，敢有人知？无人知。所以咱今仔日伫世代有足侪人讲，话你教啊，当时有无？结果咧，咱无影，爱真细腻吼。我会记迄个什么1995年轮8月有无？哦，迄件代志，咱大家真清楚，伫教会造成真大的什么？吼，真大的问题吼。所以正确日子无人知影。所以如果有人做先知，明确甲你讲，主要说倒一年、倒一月、倒一日要来到，迄个人啦，绝对是什么？假先知。因为主要说直接甲伊讲，若是论到迄个迄时，人毋知，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囝也毋知，独独什么人知？天父上帝知，伊家己本身知吼。正兄姊妹，虽然咱毋知影主耶稣第二摆再临的时间确定是啥物时阵，因为这是属于上帝奥妙温密的代志，所以咱无需要知影伤多，总是咱会当做，就是安那，爱常常警醒，这是主耶稣对咱所提醒的。这是讲，就安那，就爱谨慎、警醒来祈祷。因为你毋知迄个期是伫什么时，马可因书13章33节，对33节到37节，短短的5节的经文中间，主耶稣安那有4摆提到什么警醒，表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警醒的意思是要保持清哈。啊那清醒，毋是啥微微爱困吼，迄种的情景哦，是爱清醒的这个状态，不断的伫安那改变。哦，咱知影伫正经，是讲这个守望台有无？迄足重要的。迄若无安那伫安那清醒精神，有时你这个安那，这个所在，这个电就去安那，甲你食掉去。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兄姊妹。主耶稣无爱咱用真侪时间去研究末日吼的时间到底什么时阵掉头什么款，有缘等等这的问题，伊看重的，咱是毋是有教育的智慧，伫安那充实的过咱每一天。如果咱存着感恩喜乐的心，每一天拢有灵修、祈祷、读上帝话，甲上帝相同行。包括上帝恩典来过充实的每一天，安尼，无咱的主耶稣第时当时要过来，其实拢安那，拢是共款，对无？咱若准备好，咱若常常伫上帝话底下来研读，底下来学习，底下来明白，上帝和主耶稣过来的时当时，对咱来讲拢是共款，因咱已经安那准备好，这样的姊妹。所以咱毋知影主耶稣第二摆再临的时间表，总是咱当知影的是，伊会伫人平凡过日子的时阵，突然间来到。所以伫这段圣经节的最后，主耶稣用一个譬如讲，伊讲是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去厝外，将权交代伊遮的奴仆，有派工互大人做。各吩咐各门的着张持，所以恁着张持，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时要来，迄是日暗，迄是半暝，迄是假天，迄是天光早，行了伊忽然来，拄着恁伫困。马可因书13章34节到36节。所以，当人甲平常时啊共款咧过日子的时，
主耶稣就忽然间啦来到，特别伫马太福音书24章17节到39节，也记载主耶稣所讲的话。伊讲，搁亲像哪阿的日，人子会过来，也要安尼。因大水会大升，遐个日，人得啉食过错。到哪阿人入大船的迄个日，因既然毋知，到大水到一针未因，人子会过来，也要安尼。伫路加福音17章28节到30节，也安尼甲咱讲，搁亲像伫路德的日，因得啉食，买卖种作起厝。若是路德出所多玛的日，对天落火甲硫磺，灭种人。伫人子显现的日，也要安尼。这三段的圣经节，拢咧表达同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第二摆搁再降临的时，就是人伫迄个不知不觉的中间，忽然间来到，那啊，甲路德时代人怎样？伊伫遐只顾着啉食玩乐吃喝玩乐因伫遐无关心上帝有言甲经过，结果咧，全部被毁灭。照共款，今日世代人，如果伫遮若藐视上帝经过，忽然遮尔大的救恩忽略遮尔大的救恩，甲遮尔大的救恩伫遐呐，甲忽略掉，将来要怎样来度撇即个罪咧？所以兄弟妹，主耶稣一再提醒咱爱谨慎，就是安那爱保持即个警醒的心。凡使用祈祷，将万项事交托给上帝，是咱面对末世上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咱需要警醒，保守咱家己的心，防备撒旦的攻击，甲这个世界罪恶的引诱。相时咧，咱还要凭着信心来迎接主阳光的再临。咱知警醒祈祷。尽本分，用智慧的心过日子，是上帝对咱的期待。因为咱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伫地上拢是主耶稣的奴仆，已经赏赐咱官兵，有稳定、有能力，会当做达人所做的工，就是所交托伫咱身上的责任甲使命。所以咱咧求上帝帮助咱，每一工。拢爱用感恩的心、欢喜的灵来完成主耶稣对咱的交托。确实，咱每一天拢爱用感恩的心、喜乐的灵来看待咱周围的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这个感恩节的时刻。最后，牧师要跟咱分享一个伫网络上所看到的有关的这个。古希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伊一个小故事。苏格拉底伫伊单身的时阵，咱捌听过这个故事无？苏格拉底单身的时候，有听过举手？哎呀，你拢无听着真好啊！我拄会当好啊讲。伊讲，这个苏格拉底单身的时阵啊，甲几个朋友斗阵。住一个非常下的一间厝的内面，这小房间足侪人伫遐住有时困足歹困的我会记得咱真侪过去有真侪人，囡仔若多个厝阁细间大量那钱做一间有艰苦无？有艰苦无？有即种的情景举手aban这因兜足侪人我知影我会记得以前我伫台北一个。东港牧师，因若一家人，教会若敢一间敢若细间牧师馆伫倒位，就教会头前一个小套房，规家拢住伫遐。礼拜日就做礼拜，那真辛苦我印象足深的。这间房间足侪人住，
真辛苦，非常的无方便。总是安那，伊规工安那笑哈哈，我逐日讲啊，你是安那，遮尔侪人钱到底有啥物通欢喜的？苏格拉底讲，阮伫遮随时拢会当交换啥物思想，交换什么思想，交换啥物情感，感情。人啊，做感情会好无？啊，阮这感情拢照我知影吼。这难道敢毋是值得欢喜的代志嘛？过了一段时间，伊遮朋友一个一个呐搬出去吼，厝内则剩苏格拉底家己一个人吼。总伊游完啊，活甲真快活吼。迄个人阁问伊讲：，甲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有啥物通欢喜的？苏格拉底安那甲讲：，我一个人一只安静，我会当伫遮来思考，会当认真读册，这敢毋是我会当欢喜的代志嘛？几年了，苏格拉底搬入去一间讲楼房甲大楼无？大楼住伫讲上低，其咱遮住低最底层是最好吧？一楼嘛，对无？咱住一楼上好嘛，会当做生意而且就住伫下空，甲为啥住伫第一楼环境无好？为虾米？讲当时的人楼顶的人若要破水，拢安那，对顶管就直接破落来敢要等物件咧，那对顶管就弹落来臭味啊啦，粪扫一大堆所以一楼啦上正开总是苏格拉底还阁一副安那，真正欢喜快乐的款式甲这人阁一好奇问苏格拉底讲，有啥物通欢喜的？伊讲住一楼有一个好处，一楼你去安那，就入去家己的厝内啊，毋免阁爬楼梯咱遮时代人爬楼梯拢足忝的安那出里内外拢非常的方便，搬物件还阁较方便，并且还阁伫外口遮会囥地我会当种花种草，遮会快乐甲趣味，算也算袂了真欢喜过了一年。七楼有一个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伊敢若爬楼梯、爬上悬真无方便。苏格拉底就将一楼的房间让出来，互伊住。伊家己搬去咧上悬的可是伊每一工伊还欢欢喜喜。遐人问讲，甲你住七楼敢毋是也有啥物真侪好处？无你哪会遮欢喜安尼苏格拉底就甲讲：是啊，无人伫头壳顶伫安那教了我伊上悬的嘛，所以无人伫头壳顶教了我。我会记咱即摆伫这大楼我若住4楼咧自会时，楼顶囡仔踮仔咧耍就砰砰砰咱遮拄仔敬拜团伫遮无弄过的时，隔壁就踮仔敲电话拢足吵的拢会安那有迄个隔音。伊讲我住上悬楼，顶悬无人吵。个安那，个日时暗时拢非常安静。每一摆安那，对楼顶落楼骹，对楼骹上楼顶，安那爬楼梯，安那运动啊，所以我会当身躯健康啊。住楼顶阁一项光线若好看册写字袂伤目睭这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真好后来迄个人拄着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讲：你的老师所住的环境并不是遐尼好，总是为什么总是遐尼快乐啊？柏拉图安尼甲讲，伊讲：你无法度控制别人，总是你会当掌握家己，你袂当左右天气。总是你会当改变你的心情，你袂当选择你容貌的好歹，总是你会当展开你的笑容这就是伊学生苏格拉底的思考这兄姊妹，每一件代志拢有一体两面，你看到的是正面，也是负面，选择在伫你。这也决定你的心境甲面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当用上帝眼光去看代志，因为上帝
就带伫即个感恩的人的心目中。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靠着迄个教咱开力的主耶稣，咱每一工都安那。来，大家读一摆来。常常喜乐，祷告，常常祈祷，祈祷无煞，凡事感恩。因为每一工拢是感恩的节期，每一工拢有上帝神圣教育恩典、丰盛慈爱，甲咱三个地地，直到主耶稣过来迄一日。所以咱在备办好咱家己，对无？预备好自己重不重要？既然咱兄弟姊妹伫遮三个鼓励，互咱会当常常用感恩期待，互咱永远的上帝一天有一天再临伫咱。伫遐甲你讲，好搁真中的萝卜会当进入咱啊，你主人的啥物欢喜啊！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话三较是主，阮知，伫阮的生命中，因有你，甲你结连，阮这卑微小可、智微细人，会当来成就你，创造这宇宙万物，以及互阮人管理的大权能、大恩典。主，阮的上帝，看你会当互阮明白，阮伫你的目睭中是尊贵，是有你的形象。是有你的作为的人，可能会当互阮真正常常用你的话三个勉励，伫你的话顶面，阮的生命更加久长，徛在伫你所创造的世界。不但伫遐尽阮的本分，会当伫遮来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建立阮对你的信、服侍、顺服、建立，诚做你最大的帮助。因为会当甲即位万权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三个同工，是阮一生最大的福分。主，阮的上帝，可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曾牧师带来咱美好的这个信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是咱要唱圣诗593首，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请兄弟起立，咱来吟全首。
那这请坐。咱刷的时间是要感恩奉献，我遮做提醒吼，毋知是毋是每一个人手诶当有即个奉献袋啊？若无会当后壁有吼。啊，第二项物件就是感恩卡，有无？若无，嘛当去后壁摕。吼，咱利用即个时间呢，请你写感恩卡，后壁面会当写你感谢的话，哦，你的奉献会当放伫即个奉献袋啊。咱较等呢，咱会当做伙唱《野花祝福满满》。这个时阵呢，咱会照顺序，互大家来头前挂感恩卡、甲奉献吼。是毋是拢准备好啊？对，我知。真个即个野花祝福满满，歌词你头前啦吼。来，我先说明一下吼，因为咱做伙来可能会塞车吼。较等下呢，为我的正手边，好无？正手边即排先，恁会当先来挂感恩卡奉献。即边刷以后，我会甲恁指挥换即排，好无？安尼咱较袂乱啦吼，会当动作会会讲快速。好，咱大家请起立，咱来唱。野花祝福满满，咱为即排开始吼，来这边开始吼，会当先来挂感恩卡，其他的小等一下吼，奉献。好，咱即摆换第二排开始。好，来第三排。
咱即时要请陈牧师带咱做感谢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所赏赐阮的福分。伫这新的一年到今仔日，阮伫遮来领受。当阮今仔日也献上阮的感恩奉献伫你面前，做少的手伫阮所奉献的这一切，互阮伫这个奉献的顶面，会当为着你的圣工，为着起造、帮赞、建立，互更较侪人来归应你。这个方向，阮共同来努力，会当互阮成做一拍光光的灯，伫遐来带来引带，照你的话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应你。阮的主，阮的上帝，恳你照阮所奉献的，阮相信阮的奉献，若真正会当达到你的面前。我们领受30倍、60倍、甚100倍的福气满满，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间，做的手不但伫阮本身，也伫阮奉献每一位家庭、囝儿、世岁、亲人，以阮所接触的每一人，主我一摆将阮的奉献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续来有2位姊妹要来甲咱做见证的分享。头一位是水雀长老陈老师，来，咱泡泡甲欢迎者哈。今年的感恩节已经过去啊，吼，11月24，我甲上帝讲，我爱献什么礼物互你？因为呢，有一天阮去上课，有人讲，恁遮上年了已经活了有够啊，活得很够了啦，吼。我想讲。我嘛是已经活到75岁啊！若我会当活100岁，我已经活偌济啊？3/4啊，对无？我嘛会当活100岁袂？我毋知影。但是呢，我甲上帝讲以后的日子，我着甲我家己当作活祭献互你。所以呢，我着感谢我的主，讲我有一个足大愿望。以前呢，我常常看咱教会姊妹因是少年的时，就去读女子新学院。我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今年已经75岁啊，又够老了。我要来读女子新学院，我就勇敢去报名，就开始读9月19就开始读女子新学院。下早呢，每礼拜拜。下早9点，头下晡3点，安尼有忝无？足忝的吼，所以我拢总有3节课，一节课拢1.5钟啦。我若上到迄个10点半，迄节咯，迄个牧师咧讲话拢爱频频的，我就开始咧甲上帝讲话啊，开始咧读句啊。我伫祈祷上帝，莫读句啊，我是。很难得呢，75岁来做老学生呢。你爱互我精神永培，爱当那个牧师他们上课我都能够听，因为我要让我的灵命更加进步。因为我知有当时咱对圣经的无了解，对到安那人问咱的时，咱毋知要来解说，所以我搁一届的来上女子神学院。上女子神学院我嘛感觉无够呢，因为当时我带新港讲读经的时，需要呢竖琴，足久无弹琴所以哩落落，我就搁去问女子神学院讲，恁啥物时间呢？有人教弹琴啦，个拜四，所以我拜四搁去练弹琴，所以一个礼拜呢有几工伫外口。2工，
啊是讲起来足忝的，下暗顿来，搁爱煮下暗顿呢。但是感谢上帝伊互我呢，拢无因为出去做遮代志，就来迄个疲倦啦我嘛是足勇敢啊！今仔日已经11月已经要结束啊头到12岁的一个学期我真正按这段时间呢，我真正对上帝的这个重新互我个当深深的一个认识上帝。有时候咱认识上帝呢，只有皮毛而已我因为过去读新学院，所以我对呢真理上帝的真理呢更加清楚，可以当呢更新我的灵命。过去呢，我足够紧张，足够当代志拢要求完美。即马呢，变成不紧张，当代志拢慢八拍互我呢，互我这段时间呢感受足济因为我知影上帝呢要留我的活命，就是要互我来做见证。传扬伊的福音，帮助呢困难的人，甲上帝听，去听需要的人。有一天，我按迄个万华，我拢伫万华转车，我出来，看到一个迄个查甫人伊的骹大腿，规个拢烂鼓鼓。安尼无法度行，我可能伊嘛糖尿病糖尿病的人的大腿拢会迄个。若久严重拢会烂我想讲我较顶呢，因为我拄仔赶要去坐车，要去迄个新学院，我转来我会当甲伊互伊个小额的奉献，会当时会当买点便当食。结果我转来时，哇，迄个无伫个无伫迄个车头，伫迄个万华迄个捷运站的迄个出口遐没看到了。等我心肝来，足艰苦，讲真的要及时帮助啦，不能够安尼一张图尔，迄个就无法度帮助迄个人迄阵我就互我讲，上帝感恩讲，咱若要传福音，安那及时就爱传，不管得时不得时，咱爱传福音。有一届呢，咱教会有两个长辈甲我讲。陈老师，迄阵我拄仔做迄个青年团契会长，因两个长辈甲我讲，我得到迄种迄个批转足艰苦的。我讲安那艰苦？伊讲安妈才说过若好说一人就完蛋啦我讲你甲我祈祷啦叫我甲祈祷。我就甲祈祷，我讲你万行事交托互上帝，上帝互咱的。痛苦是咱会当忍耐的。结果呢，我安尼甲讲，但是我真正我家己本身无法度体会。到最近几年，上帝嘛，我得到批转呢。为什么他让我得到皮蛇？他就是要我有一个同理心，就是咱圣经所讲的。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求的人要同哭。就是讲，咱甲快乐的人爱甲伊欢喜，有艰苦的人爱甲伊艰苦，这就是同理心。互我有这种感，互我个教导这圣经的教导。去年我家己本身嘛，佮拄着一个代志。我7月份的时滑倒，滑倒的迄个膝盖的内面的迄个髌骨毋是迄个换髌骨断到4片，断到4片呢，足严重嘛。我迄个去亚东医院开刀，开刀了呢，做规身躯的检查，伊甲我讲，你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我过去呢，拢感觉我足勇的，我行路拢走第一名，爬山嘛拢爬上紧的。结果呢，上帝甲我讲，借着即届，甲你提醒，阮牧师讲，时常爱警醒家己，甲你提醒讲，你要慢下来，你毋要当代志拢要装第一个啦让人去装，你已经有岁啦。所以呢，我伫即段
骹受伤的时，看着外口的人，迄个行动无方便，我真正体会讲，行动有受伤，行动真正无方便。所以咱看着迄种甲咱共款的人，咱毋好甲踢笑，咱爱用怜悯的心去安那帮助伊，帮助伊。过来就是我有一工呢，我爱下课了，因为阮前礼拜呢要去迄种渴望会馆灵修3工，就迄个松联部办的，我迄个去坐迄个捷运到板桥车站，落啦，去买车票，要去迄个坐去桃园的车票，买了后呢，我就想犒赏我自己我就因为上课了下晡3点外嘛，搁去买车票，所以转来的时，伫迄个板桥车站呢，大概有差不多3点半。我就讲，我遮辛苦呢，读册读了，就去买车票，都准备要过来灵修。安尼好，安尼我来犒赏自己，我就去迄个摩斯汉堡啦，就点一杯迄个咖啡啦搁一小包的那个薯条啦，搁2块迄个鸡块啦，就坐咧踮遐咧食。我对面有2个迄个姊妹啊，我尾后我知影伊姊妹啊，姐姐呢82岁，妹妹呢66岁。因本来坐伫遐，去等一个朋友，结果呢，伊看我家一个食，伊就讲走啊，甲我问讲，敢会使甲你坐做伙？我讲可以啊，欢迎啊，因着姊妹就来甲我坐做伙，因为我迄个位会当坐4个人，因2个来，甲我无3个，因那个等一个朋友，就等我开讲，我就甲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今仔日呢，就是去买车票，要来灵修。伊讲你要倒，你灵修是要做啥物？我是因为我去神学院读册，来遮休息。伊讲你读啥物册啊？我读啥物册？我讲读圣经的册，读圣经因为咱拢讲拢是圣经的人物。圣经按迄个圣经的人物内面呢，来了解每一个人迄个特质。大卫啦、亚伯拉罕啦，路德，我足感动的路德即个女子搁迄个耶稣的12个门徒，我已经读5个啊，所以我就甲伊讲，我讲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欢迎呢，阮就当下开讲啦，我讲迄个82岁迄个太太就甲我讲伊做男人婆啦，所以呢，因先生足无爱伊的，拢伊嫁迄个外省的啦，住伫个什物邦桥的什物，我迄号做什物亭啦，什么叫大亭新村啦，大亭新村啦，伊就讲伊拢重代志拢做足紧啦。然后讲你因为我看着伊讲我唱你足水的我就甲伊讲讲你很漂亮啊伊讲哎呀无影啦，我男人婆呢，我你一点都不像男人所以咱甲一个人伊无熟人乐，甲乐咱的距离就接近啦嘛所以伊就到尾呢，阮伫遐分享了后我就甲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欢迎你呢来阮来迄个信耶稣啦伊就留迄个2个姊妹拢留迄个手机给我，然后我就每个我才固定今仔日礼拜下晡我就敲电话互伊若有闲我就搁邀他们去摩斯汉堡呢聊天聊天就是他们传道理所以呢我真正了解讲我若讲当厝里真的没有机会去传福音我要走出去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我就很欣赏保罗因讲的讲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是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4章，这给我呢足大的帮助。教会呢，最后我要祝福大家说咱足多代志拢是凡事互相效应，不管是好代、歹代，拢有伊的教导。像我骹跋倒，我若无跋倒，我嘛毋知骨质疏松啊。我跋倒了后，我等下我骨质疏松，我就自己行动就要注意了。脚踏车，医生说你不能再骑脚踏车，脚踏车就拿去送人。咱这样行路就慢慢行，免跟人争，就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我们就警醒警醒所以讲，万项事拢互相效力啦。叫听上帝的人呢，拢得到益处。这是罗马书8章27节。最后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勉励讲罗马书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指望的是讲好的、歹的指望，你拢爱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拄着患难一定爱忍耐，唔通呼天呼地怨天怨地，唔免像我跋倒的时，我就安静我讲上帝救我，我就是上帝你救我，我独居老人，因为迄天我家一个人伫厝里晚上我是独居老人，但是呢我不孤独，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我足勇敢的祷告要恒切，有啥物代志向上帝祈祷，上帝拢会听咱的祈祷。不要说上帝你在哪里？我祷告那么久，你怎么都没有回应呢？不是不回应，是延迟，也不是延迟，是在找最好的时机呢，来帮助我们我的见证到这边。我是平安，大家听这个平安感谢主耶稣，我今日有这个这个福气来分享上帝的爱我真的很高兴。我这3天24甲26我伫迄个淡水遐，因为 CPMC 是60年的纪念日我算算的想讲，我数算我自己的日子，我算我家己的日子，我即摆阁会当活几年呢？我若阁是60年阁到，我即摆70几岁我若是60年呢，我已经83岁，有可能吗？我知影我无可能，但是呢，我爱把握我的机会我就我即摆来分享我人生的见证。我是原生家庭，就是我是老幺因为我都有一个梦想，我想讲我如果若是嫁一个先生，我就是要踮咧厝的相夫教子，踮咧厝的顾囡仔顾婆婆。无想到上帝甲我安排是我爱甲先生来做事业但是我虽然这个当中真辛苦，经过高山低谷、眼泪患难，总是呢我有主的话伫我的心内底，就是讲我用迄个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伊讲上帝安排我来这个世间，我的命定甲托付是啥物？我永远会记得讲，阮大家厝去信主，我27个信主，我就是迄个意念，就是讲。我永远要跟着耶稣。我知影世间无啥物通好靠，世间咱是暂时的，咱是聚居的，我要掠条耶稣。我无论安怎艰苦，我都愿意来耶稣，来掠条耶稣然后我民国82年的时阵，我嘛经历着一个患难，就是我本来阮先生因为
做事业的关系，需要应酬，会去拍高尔夫球。然后有一天早时啊透早，7点外的时阵，伊无意中高尔夫球挥到我的目睭，我全一边无看，我即摆一边无看，右边我没有看见。然后呢，我又原抓到上帝，会艰苦袂会，我真艰苦，真受伤，真艰苦。暂时呢，我又原会当开车为邦桥登去甲上山迄个所在，因为我靠到啥物，我抓到耶稣，吼。即摆国讲较紧，因为无法度分享遐尼济时间，就是讲我伫咧即个今年的时阵，因为我退休，甲阮先生退休了吼，我事业就交甲阮大汉查某囝，然后呢，退休了后，我想讲，我会当甲上帝讲，我要来去游山玩水来传福音，无想到上帝意思我毋知影，凡事互相效力，给爱神得益处。我迄个所在就是迄个。退休了，我的先生因为可能压力的关系，3清伊就是常常心脏定感觉无爽快，半暝拢爱急诊。迄当中要安怎？我只有呼求耶稣，主耶稣你帮助他，帮助他。感谢主，我有完度过。然后我伫咧即个今年的当中，我嘛压力足大，讲坦白讲。我想讲，我希望会当来人生的下半段，我会当来服侍上帝，人去游山玩水，阁会当传福音，到处来传福音。然后拄着出这代志的时阵，真的我嘛足疲乏、足软弱的。搁今年的当中，我生杯蛇就是免疫力下降，我生杯蛇很痛很痛。所以拄迄个长老有讲过，真的是非常的痛。别人讲煮一顿食是当食，就会当完全 OK， 甚至3天1礼拜。我确实熬了2个月之后，我才开始渐渐的好。当我渐渐好的时阵，又来了挑战。先生去打球，拦到疫情回来，我也拦到疫情了，拦到那个确诊了。之后呢，足艰苦的。我甲上帝讲，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搁想讲填充题，我嘛想讲，我会当来写填充题。当我摕转过了后，要写的时阵，写完目睭非常的疼，非常的疼。然后我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就一直祈祷了，心就平静安稳下来。然后确诊的时阵，阮第2查某囝，伊就讲迄2个老的咧厝吼，一定要一日转来斗3工，都要。阮咧老三就转来甲阮斗3工，就是要来顾阮2个老的，要互阮问准备互阮2个老的食。结果呢，阮老三呢，搁较严重，伊甚至脑拢无法度吞物件，连水啉落去吐出来。我就讲，我已经确诊杯蛇拄还袂煞，搁确诊，我足艰苦的时阵，先生也无法度，要安怎呢？真正感谢主。甲迄天长艰苦的3天，阮无困咯，无食，无法度啉物件，连啉水都吐出来哦。那我就一直呼求耶稣，耶稣啊，你要帮忙，唯有你，我没有办法。我就想了圣经在讲，伫迄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9章23节，在信的人呢，凡事都能。就是那一句话，迄一句话下我了，我就搁更加信心。然后第3天了，阮2女儿打电话转来讲，爸爸妈妈你要紧带老三去急诊啦吼。然后感谢主啊，阮先生就我就带伊拄确诊完，会使出去，伊就带伊去，我就跪下去，我就跪在祈祷，呼求耶稣，主耶稣啊，唯有你能帮助我的女儿，她也是您的女儿，你就医治她，怜悯她，医治她，我都跪下去大声呼喊耶稣。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当我在呼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平安。之后回来呢，真的打一针回来，他完全好了。我在煮饭的时阵，我在炒菜，伊讲我妈妈，我帮你炒，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快好了。你看，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虽然我们人生遇到很多的风浪、高山低谷，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因为看重我们，要试验、熬练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来勉励家己，勉励大家嘛勉励我家己。真正我真有福气，会当信耶稣是我一生当中上大的福气。一切荣光我拢归阿爸爸上帝。
荣耀归给主吼，谢谢大家以下的分享。好，多谢来春这的分享。咱刷来是要敬上佛师同工的礼物，咱时间到无输。咱遮有几啊项吼，要来感恩吼。咱头一个要感恩的，就是咱教会的司琴者哈。来，咱请司琴者圣坚释尧。好，安尼咱遮的迄个使用者哈，圣坚、释尧、雅音、以琳、伊德、丽琳，请到前面来哈。迄个以琳、瑞祥长老啦哈，来帮忙带领哈。咱请迄个，咱请咱的民务长老哈，王月竹长老来颁发，哈，来。好，来一起照相，来摆后，来往中间移一下哈，来看前面了哈。哦，感谢哈，感谢恁的辛苦。来，第二个哈，就是咱的迄个所有的服侍者，中级团契会长，啊，指导老师插花、清洁、交代、关怀。咱先一步一步来啦，中级同工吼，啊甲团会长，咱先来头前吼。你要发的，是长职啦哈。啊，咱的长老技术先来头前哈，来全部都出来哈。来，长职同工，好，来，啊，团契会长呢？长职同工哈，啊。现在你看到，这是我实际下单。等他，不切。
好，感谢咱的中一同工哈。咱啊，请团结会长哈，团体会长、校长、指挥哈，拢有哦哈，指挥。啊，沈学生啊，孟纯、思明、业主啊，你领过歹势吼，拿出来阮看一下，但无搁分吼。下面会长哈，啊，那个在指导哈。那个王文玉、赖俊杰、仲贤、利坚、瑞祥、秀梅、陈水切长老、陈伯良、林世新、王银志、刘宏慧、林梦纯、王思敏、王业祖哈，来，已经领过，没有再领了哈，多谢您哈。好看前面哈，来脱口罩，好，脱口罩，来看前面，来团结，好，感谢哈，感谢咱，哎呀，谁没到啊？赖俊杰呢？文艺，文艺俊杰啦哈，啊，其他都有哈，好来，那个王银志哪无提啊？啊，刘宏慧老师哈，孟春啊无哈。好，咱今日要感谢这个插花哈，我们大礼拜花缩水哈。今年老师丽娟姐哈、秀梅姐、明珠姐、易华姐、慧清姐、东安啊，来，怎么？咱请一个志成长老哈来给咱颁发一下哈，感谢因的辛苦。啊，再帮老师拿一份哈，好，没有领过了就不领哈，谢谢啊哈。来，志成长来左边哈，来看前面了哈，谢谢你们脱口罩，来看前面。哦，感谢哈，感恩哎。咱今天要来颁发清洁小珍哈一位，音响、印制、周报、电脑维修、直播同工哈，有几位还个关怀哈。柯吉川长老、林颂恩、林世尧、林明远、庄福英、庄雅英、洪一德、邱章新、黄雅博、穆接阳、蔡慧珍、蔡阮慧、陆银美、郑阿满。还有世新、百祥、众胜、怡君、森达、宪伟、宪强、瑞祥、佑慈、香美、建宏，已经领过了就不要再领哈。好，请到前面来，让出来翕相啊，让出来翕相啊。咱请一个顺龙长了哈，来颁发啊。上面可以上哈，来看前面了哈，感谢哈。啊，没有领过的可以领哈，领过了就不用领哈。啊，口罩可以拿下来了哈，等一下照相的时候哈。啊，无来爱甲报一下哈。张新的当请叶香梅啊，好。无你若无讲，后边袂记就无颁发了哈。啊，哎，那个不一样的嘿，哎，那个诗情不一样了哈。好，来看头前哈，来到底去想看头前哦，来往中间移动，往中间移动，看啊，口罩拿起来哈，看前面。哎，
啊，谢谢你们哈，多谢恁的辛苦。来，咱现在要为着查账委员心仪跟怡君哈2位最辛苦哈。逐季逐时哈，拢会三小哈。教会小虽然看起来真简单哈，啊那真复杂哈。怡君都在楼上啊，来，众生来帮他。怡君还没领呢哈。来，看前面来，看前面来。来看前面，口罩拿下来哦哈，来，好，谢谢你们哈，辛苦你们。好，招待来，周爷姐、宋典、秀珠、圣山、连招好，连招这哈，龙元兄、惠民、中人、博龙、贞杰、少华。万事啊，只是中德、金春、朱芳、秀才、在兰、在清、洪朱这，来，你有这位交代拢出来哦，来哈，来这位交代拢出来，免客气啊哈。咱请王思敏长老，啊，来头前颁发哈。恁啥人徛伫正边，倒边咱无人。倒边，加徛一块来，左边，迄个龙元兄来左边，龙元兄来左边。龙元兄啊，来左边哦哈。好，已经领过，卖个领哈。来看前面哦哈，口罩等一下拿下来哦哈。口罩拿下来，我们要照相哦哈。来看前面啊，来。好，感谢哈。来，最后劳苦功高的赞美团啊，赞美团每个礼拜的带领哈，跟带歌啊，咱家伟嘉、丽玲、世瑶、张欣、怡君、仲胜、一德、世新、明远、慧珍、香梅姐哈，来全部到前面来啊，赞美团全部过来啊，来到前面啊，照个相啊。加伟嘉跟丽玲，有领的就不拿哈，没有领的就要照相，但是要照相哈，伟嘉哈。其他都有领的啦哈，有领。好，看前面，来，口罩，来。好，感谢上帝哈，感谢恁的迄个分享。安尼，你有感觉讲你伫教会足辛苦啊，做真侪工有服侍，啊无领着会当到头前牧师甲你鼓励，有没有人？有人在讲说主日学老师，其实主日学老师他们有自己有那个有。校长是不是？主日学老师有那个嘛哈？你们自动的鼓励吗？主日学老师，还是教会要帮他们鼓励？你们都会买哈，给他们哈，因为主日学自己鼓励啦哈，所以咱无直接来分发。也感谢这些老师的辛苦哈。好，安尼咱将时间到咱的思维者哈。咱感谢咱每一个兄弟服务咱的兄弟，服务教会就是敬拜上帝好，咱刷来时间是要读经句好，咱三个来读，请。迄时要看见灵主用大宽仁甲阳光伫云中临到，迄时伊要找伊的天使，对四方
来决以所敬的百姓，对地结到天边，马可福音13章26到30。哦，这是今仔敢有新的来宾，新的朋友有吗？无吼。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周报的部分我足简单报告一下就好吼。首先就是咱即个2023年，吼，这月历甲春联吼已经到啊吼，请咱每一户早1分转去。啊，若有要订即个圣诞歌啊，要送互亲友的吼，兄弟，请这后晚节来登记。会记哦，是到12月11吼，12月11。啊，第二项，咱感谢上帝，咱每一个团契会长已经选出吼名单，咱请看即个周报。上重要是，咱离明年1月初8吼，1月初8要就任，啊，请一定爱记咧即个时间。啊，也请咱各团契会长让召开同工会来筹备明年度的施工计划甲预算。好，过来，第六项。虽然无时间，我第六项依然爱请市民长老吼，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啊，关于这圣诞节的部分。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即马做伙来看第六项，因为今年的圣诞节特别无共款，因为阮以前拢是咧办伫暗会，对无？今年是办伫中昼。就是12点到下晡3点，为着是要互咱来邀请咱的朋友的时，毋免遐暗，互因要搁踮外口安尼咧走动吼，安尼较忝。啊，隔一天阁是拜一，有的人爱上班，所以阮为大家设想，为着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所以咱着用12月25号。中昼的时间12点到下晡3点，所以呢，咱即个圣诞节叫做平安圣诞节系列活动，吼，安尼咱来先看时间的部分。伫圣诞节迄个中昼进前一日，咱伫24号伫教会4楼集合来办联合彩街报佳音啊！以往吼这2年，咱拢是青少年团契为咱教会行到迄个府中站遐，也是为教会拜访邻近的有咱青少年的大个所在去甲因探访也好，啊！伫咧岁假的时阵，就开始来唱圣诞的歌曲。啊，若有意爱的呢，来给咱的俊杰会长报名。啊，俊杰会长若无伫的，甲福音报名嘛会使，甲我报名嘛会使，吼，甲文艺校长报名嘛会使，吼，阮拢礼拜的时阵拢有伫教会咧服侍，吼，啊吼嘛是会当，就是看着阮来报名，吼，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咱伫25号的即个，就真正爱好好来报名。啊，咱报名会伫咱的教会各团契的内吼，今仔日阮就会甲即个内的报名单、报名表放伫个教会团契的内，啊吼，大家就用这来报名，也用这来咱的朋友来做邀请。啊，因为中昼12点拢是咧食中昼顿的时间，对无？咱教会有为咱的伫3楼吼成人的部分，拢有备即个健康的餐盒吼啊，咱就是用报名，咱就算人头有多少个，我们就尽量多订一点。啊，咱嘛有张罗呢来备办点心啊，还阁有趣味活动活动，差不多1点半开始，咱就有见证。就是一个有诗歌的见证会，啊，咱请着2个咱教会应该是讲弟兄吼，一个是孟纯弟兄，一个是文月弟兄吼，因呢会转来咱的教会来做因生命的见证，也阁有用音乐吼来甲咱做伙来度过一个很温馨的圣诞节。啊了后呢，咱的牧师也要为咱的福音朋友吼，有一个呼召，互因知影，讲即个生命的见证了后，也阁有邀请因
来决志，吼，来接受即个福音。所以恁若有亲朋好友，若是讲有朋友是慕道的朋友，拢欢迎因来坐即个道啊，食即个点心啊，参与咱瑞祥长老的一个暖身的活动了，都有即个见证活动。所以这一定爱报名，安尼吼。好，这是第一点。啊，也毋过你若邀请的朋友呢，伊有细汉囝，吼，就是讲啊，细汉囝担遮嘛无适合，对无？咱伫老吼嘛是共一个时间，伊若报名，吼，你报名，比方说，咱的就是咱的姊妹邀请的迄个有细汉囡仔，啊，你着爱帮你的细汉囡仔一个人报一个名，啊，咱就是一个会参点，拢会当比办了好势。啊，老的囡仔因是安那来活动呢？伊嘛是为12点开始，就有即个欢乐儿童的圣诞节。内底呢，就是先食中昼顿，要毋过囡仔较无爱食便当啦，咱着备办即个披萨吼，互囡仔来食。啊，还阁有讲故事，咱讲的故事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有预备卡通。啊，咱嘛有真侪青少年因会有备游戏，啊，佮互因做手工，啊吼，食饭饱无偌久，佮会做点心吼，互因规个下晡拢有食，有听故事，也佮有手工吼，安尼互因来参加。所以欢迎高中以下会当来咱6楼，啊，高中若是感觉家己很成熟嘛，会当来3楼啦吼。要毋过我们是欢迎高中以下拢来咱6楼，咱才有活动要互因。所以今仔日咱就会伫教会的各团契的赖群组，甲即个报名的即个赖吼写互恁，安尼个开始来报名。啊，报名截止的时间是12月11号，咱尽量伫遐有一个结束，吼，咱尽量伫遐有一个结束报名的时间。所以每一个人有要参加的，拢一定爱来报名吼，一人报一届，吼，一张就是报一届。安尼，敢有听无的所在？有要问题无？阿问阿姨遐有问题无？无吼，安尼听有吼？安尼伫教会无来的，敢一个会当举一个手？吼，一个吼，无来有嘛袂要紧吼，看到阮就帮你报名吼。即1、2礼拜，啊嘛会当请阿问阿姨吼，咱的兄弟姊妹。到3工来报名，安尼好无？吼，安尼就无问题。无来的，咱的兄弟姊妹，咱请别人来帮咱报名，我嘛会当请我来帮恁报名，安尼好无？吼，大家到3工，啊，若要邀请朋友的，迄朋友想过无咧用即种的，咱若把名吼注文一下，咱拢会当甲帮忙报名，安尼好无？吼，好，安尼以上的报告，吼，到这，谢谢大家。多谢市民执事吼的说明。咱尽量用教会来吼，啊，咱嘛有一个 QR code 啦吼，时到若印出即个海报顶面有一个 QR code，用扫 QR code 来报名嘛是会使。咱教会内部咱尽量用赖群组啦吼。好，其他报过的内容咱请咱家己看，好无？煞来，寿星袂当跳过吼，一年甲一摆安尼吼。来，信良兄，大秀珍姐、木林兄、惠淑姐、瑞祥长老、龙仪兄、德基执事、慧晶姐，来听 Kitty 好无？咱唱，即摆伊唱我倒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上帝大大祝福咱每一个寿星啦吼。今仔唱歌特别大声嘿，因为寿星较济啦吼。好，咱这是来。好，安尼咱起立，为着咱所关心的代志，咱所需要代，咱开声开嘴，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听的中间，互阮三甲自己做一伙；伫你的听，互阮三甲伫你的圣会，阮伫遮三甲敬拜，吟诗学乐，
伫遮来明白你的话，阮即时也举出阮祈祷的手，为着阮本身的需要、教会的需要、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台湾的需要，阮遮献上阮对你的求祷。主，可你为着阮教会的需要来陪伴阮的敬拜中心，为着阮会当引带更较侪人来归你，互阮来装备阮本身，将这芳芳的祭引带更较侪人来归你，明白你，晓悟伫你的真理中间。主，阮的上帝也恳求你帮助阮，特别伫阮所徛在即个都市台湾，阮已经经过县市长、议员的选举，可能你会当互即群受你所竞选，遮个人真正会当服务阮台湾，由台湾来创造出真正侪全世界会当感觉阳光尊贵。这是阮的期待，也是阮的愿望。可能特别甲阮台湾三个地带。阮本身伫即段疫情的感染期间，阮也感谢你对阮的看顾甲保守。疫情已经渐渐伫咧过去，总是新的一寡传染病也伫遐咧进入。做阮知人的身躯的状况需要，拢需要你的看顾，会当互阮伫遮来健壮阮本身，无阮的心灵，拢得到你的看顾来领受你大大恩典。做可能也特别甲阮三个地带，也甲遮个身躯病痛艰苦的人三个地带，医治的手、帮助手，甲因三个地带领受你寡大的福分。出国出阮兄弟姊妹看顾伫因出来，往得了平安。当兵的施恩，可能你也特别看顾伫伊军中的生活甲一切。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带导的对象，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伫苦难的中间，更加会当牵调伫你，因阮知到最后，必定有上帝你的拯救、你的帮助、你的快乐临到伫阮，互阮会当得到生源，互阮会当得到你大大的福分。主，可能你特别甲阮三个地带，阮个一摆将阮本身以阮兄弟姊妹的需要，完全恭敬摆咧伫面前，可能你听阮的祈祷，照手满满伫阮每一位心上。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角的吟上的诗394首，这是礼拜底要煞。咱吟诗煞，请字幕师来导。这是礼拜底要煞。请字幕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快乐，伫即个值得感恩的日子，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